作者總天元太公望，第千禧種，董祥。關於人變人及人假扮人的事情，可能有機會已經假扮人間。當地政府重要人物和明星，造成滋擾深城市或者發動當地戰爭。經過神界調查，人變人人假扮人已經一段時間。我們神界將會啟動保安系統和撲街保安系統，這些系統是可以在空氣連續發射真子彈，將假的人變人人扮人的外星訪客驅趕。約3張白卡將會 X 系統將會透過人工智能自動發射子彈，這是透過 X 系統的自動檢測，子彈會直接射斷手和斷腳，方便神界在人間執行任務。另外，我們神界好早前已經設計了一個叫做電解世界和撲街電解世界。如果發現存在有問題的3張白卡，將會困死在一個空間，不能進出直至死亡為止。